台语作家康源出版新的诗集《福尔摩沙海牛》，伊用牛骨力强壮，佮愿意拍拼的性来比喻台湾人。42首台语诗有图画，佮有录音，甲台湾这块土地人文佮历史记录落来。八月翠青未瓜头，红菜根因砍掉了。用台语诗描写台湾，也新明定定会看到宝贝仔，嘛用诗作纪念大河林兴泰这个台湾文坛前辈。作家康源出版新诗集《福尔摩沙海牛》，用海牛来比喻台湾人庆祝拍拼的精神，嘛用42首台语诗记录台湾文艺界高人各地头的历史文化地景。1932年迄阵无成功嘛，台语会发展这几年代志嘛，因为文学的物件才会当记伫人的头脑内底吼。咱希望讲会当透过文学的诗，来甲咱台湾所有物件甲写落。康源指出，台湾伫1932年的台语文运动有一个澎湃文学甲音乐的创作，但是后来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推行国语政策，台语受打压，一直到这几年的台语创作才个发展起来。即便伊的台语诗创作嘛，搁再邀请艺术家杨一念来画图，希望透过文字甲图像的合作，用多元的媒介来呈现台语文学的多元性。画这本册的时阵，会听很多次阿公讲的台语诗，所以我基本上就是照着那个他说的东西，让我自己有什么感觉，去画出来。我感觉讲，老师伊写的作品啊，伊是足搭近咱日常的生活，佮有加入因孙仔的画图的物件，会使吸引佮较侪无共款年纪的人来去欣赏伊的作品。康源表示，福尔摩沙海牛除了有文字、图画创作，每一篇诗嘛有提供台语录音通听，希望透过无共世代合作，和台语文学会当更较亲近生活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